聖誕佳節 ，S.H.E 同 Yoga 都只係有歌迷相伴，相反阿 Paul 就非常之幸福啦。女友朱茵親身嚟到捧場，一齊度過呢個甜蜜嘅節日啊！我想帶佢哋㗎，因為今日平時就唔會㗎啦，因為知道人多咧，驚照顧唔到佢啊。但係今日咧，佢得一個人喎，佢啲 friend 可能仲要賣甩佢啊。咁我覺得好可憐啊！佢一個人喺屋企唔得，所以咪捉埋出嚟咯。其實我啲 friend 啊，真係用心良苦，係諗住讓俾你嘅。點知佢又要做嘢。咁既然係咁，我又未試過聖誕節即係睇佢做 show，咁我覺得嚟支持下啦，一齊過啦咁樣同大家。有冇出去睇啊？都有，我就企喺嗰度旁邊一路睇啦，答啦嚇，回應啦咁。係咪特別 sweet 咧？咁樣樣嘅聖誕節。今年係即係我覺得係熱咗啲啫。So far 都大家咁樣過都幾開心。有阿 Paul 在場，當然就唔少得支電吉他啦。佢同在場嘅歌迷狂野一番，大唱 rock 歌添啊！記住我都知道唔使台灣組合 FIR 非兒樂